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，你们、他们、我们，台语安尼写，恁、因、阮，嘛会当念阮，也则是咱。先来讲恁，第一种恁，你们别去那里危险，恁莫去遐危险。第二种恁，你的妈妈年轻又漂亮，恁妈妈少年个水。第三种恁，你们的老板是个大好人，恁头家是一个大好人。继续来讲因，第一种因，他们这对老夫妻感情很好，因这对老翁婆感情真好。第二种因，他的家住很远，因兜住真远。再来讲我们若无包含你在内，就是阮，就是阮。我们若包含你在内，就是咱。像讲，阮要来去台北打拼，你要去无？无包含你。啊啦，行啦，咱大家做伙来去台北发展，就包含你咯。第二种阮，我的伯父伯母，阮阿伯阿姆，阿姆台语安尼写哦。我的舅舅舅妈，阮阿姑阿金，阿金台语安尼写哦。另外高龄我若咧西奶，嘛会讲阮唔知啦，阮无爱啦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恁、因、阮，也则是咱，实在真趣味。